屋企太細點算啊？呢款超大收納容量嘅儲物雙層床，好好咁樣解決咗小戶型空間嘅困擾。小朋友同成年人都啱用，既節省空間，顏值仲特別高，一舉兩得。簡約大氣嘅款式，適合各種裝修風格，上下同寬嘅設計，高度設計合理，寬敞舒適，唔逼仄，你都可以擁有自己嘅專屬私人空間啦。雙層床配有安全護欄同安全扶手爬梯，踏板加厚設計，攀爬輕鬆又安全。床體堅固厚實，採用全鋼龍骨及25mm 厚板，穩固結實，安心瞓覺。仲擁有超強嘅儲物功能，配置上下實用儲物書架，放書、放衣物或者手機等細小物件。床底空間亦都唔浪費。下床有3個儲物櫃桶，床內有2個大床箱，大容量箱體又深又大，衣服、被褥同埋大行李箧一應收納。唔用嘅時候就收入去，唔佔用額外嘅空間。有油壓同櫃桶雙層床可以揀，櫃桶款內徑長6×3嘅尺寸有庫存，出貨時間快，仲包送貨上門。我哋仲會提供定製服務，根據客戶嘅需求訂做尺寸大細。小戶型有數千個案例可以參考，滿足唔同嘅房型需求。中意呢一款儲物雙層床系列嘅，觀塘門市有陳列，歡迎嚟睇版。